女姐姐，華哥有一事想與姐姐商量。天陰飄揚，定是寒霜下凡相助，待我上前迎接。遠疑千里會旋，善音萬里傳，到臨俗世凡間，真少見。乾天界，道先船，瑤池人漸遠。天公快儀還，邊邊俗音小象並肩。凡間去遠，善音巧成樂韻，戲班廣流傳。五音先同鼻曲。凡音轉，引來百了無偏讹。響徹天邊遠，寒霜歸天上。因聽曲樂猶會意。
寒相指，如今曲樂已備，卻還有一事請求幫忙。花門小徒，來，阿爺，好待我接引神仙去也。天界無聊下凡放遠天帝傳來命令幫助戲班造橋船從來專做華歌停留今次不見洛陽橋道家花園至尊老班得留天庭已壽6月13，大人老班先施誕之敬禮，故特遣小徒下凡則明。趙兄弟們有，且為戲班搭建佈景道具，不得怠慢。來耶！佛教高整個概念，攜夾不差片，數學要掌握先，方寸尺度莫紊亂。錯，常做數學訓練，量度構造理念，必要學完。重聚砌搭，砌出城牆畫火，建築於庭院起公義，基礎要打掂。我哋氹氹轉，天天轉，我哋氹氹轉，天天轉，學老班真傳，勁士專，千秋戰士，小子今天還身，劇班神仙。開工啦！
氣神華光這個八門神仙，哪裏垮來？氣神華光有一事想與眾仙家幫忙。何事？小烏聰為但人收協，點燃佢心火，我請神仙曲樂傳小烏你，相傳心火，你要把旗牽小烏啊，仙家贈你玉簫一管，要吹得好曲好音，就要氣充力足。你且練就一口氣，壯大一個心，你而家得㗎啦！哈哈哈，到我啦，到我啦！八門一語廣流傳，說到萬丈高樓，也是從地見。小兄弟，仙家贈你先捶兩下，一捶要紮實你嘅腳步，一捶要壯大你嘅信心，哈哈哈，你得㗎啦！如痴蛇，狐神隨耶，氣神華光，恭送眾仙。